这台湾边春牛其实各地拢有元宵的活动，像这个宜兰这个立德间的永安宫就举办妈祖绕境，希望讲借由妈祖的神力消除瘟疫。那朋友呢？朋友有传统的这个元宵乞龟的活动，有390两重的大金龟，有真个民众专工去祈奉。 炮声乒乒乓乓，元宵节即天，妈祖带信徒行过街路。宜兰的基督港永安宫今年用行温装方式，要来替里民赶瘟疫。信徒举香虔诚拜拜，早期声明渡海来台，妈祖信仰稳定民心。今年疫情还未结束，庙方决定举办温装活动，让民众来祈福。那镜头翕到朋友的山水上帝庙，同款嘛是虔诚信仰。 我不熟，我也不熟。某顾客唔敢放开，希望得到金龟保庇。这只金4色大金龟，两蕊目睭大大圈，头额圆圆，价值2500万，是全台湾上大只的黄金大龟，将做元宵乞龟活动内底上大特点。赚大钱啊，很快乐。今年元宵节受到疫情影响，真侪活动取消。不过，偏由各宫庙的乞龟传统同款照办。热烈的元宵节乞龟活动，让民众会当求一个好运，嘛希望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